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話：地盤全面禁煙措施生效以嚟，已經巡查大約200個地盤，發出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根據新嘅地盤全面禁煙政策，工人喺地盤範圍入面食煙會被罰款3000蚊。勞工處處長許澤森今朝接受本台訪問嘅時候話，措施喺上個星期5生效以嚟，已經發出咗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勞工處鼓勵地盤負責人或者市民，一旦發現地盤入面有人食煙，可以提供證據跟進。就算係間接嘅證據，唔係話即時我哋見到，但係我哋係有證據足夠顯示某個人士喺地盤範圍裏邊，而係足夠顯示佢係有食緊煙呢。咁其實我哋只要資料充足，個證據又充分嘅話呢，我哋都可以係用傳票嘅方法呢，就係發出嗰個即係罰款嘅。若果係地盤嘅負責人，我哋就當然就會可以同地盤嘅負責人跟進啦。如果係一般市民嘅話呢，如果佢係佢去見到有啲咁嘅情況，如果佢有譬如影低相嘅，最好呢就係將嗰個投訴發俾我哋嘅時候呢，就將佢幾時發現嘅，喺邊度發現嘅呢啲嘅資料都俾埋我哋，咁就有助我哋係即係做一啲跟進調查。勞工處亦都向地盤負責人發出4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同埋110個書面及口頭建議或警告，主要涉及地盤禁煙措施不足。通常就係我哋見到嗰個地盤佢係有一啲措施佢係擺咗喺度，但係可能做得唔夠到位，可能佢喺佢個地盤範圍嗰度佢畫得又唔夠清楚啊，或者佢啲標示唔夠啊，又或者佢去管理嗰啲工人喺嗰個進入地盤嘅時候嘅擺低嗰啲煙草產品、擺低火機嘅嗰個程序，佢都有有一啲管理手段，但係咧就未夠完善啊，咁咧就呢類咧，我哋都會發出一係就係即係口頭上邊嘅建議啦。如果係只係爭一啲即係小步驟，若果佢係成個安排上邊，我哋覺得應該可以做得系統上邊做得更加好喎，咁我哋就會發出個即係敦促改善通知書㗎啦。許澤森話：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之後，會派人再作跟進巡查，視乎改善程度，決定係唔係需要作出檢控。香港電台記者廖瑩雪報道。